今日嚟咗啟悅苑單位倒車，單位係283尺，2到3人單位，大門位置係廳側邊，客人係2大1小3人住。設計師會點樣設計方案呢？一起睇下。個單位全屋間咗2間房，乃由原木風格，靠窗用水紋玻璃門間房做主人房，房間內做4尺油壓床連衣櫃，玻璃門保留反客廳自然光。之後客廳做上床下廳設計，上床係3尺單人床，床下可以擺梳化，對面就係電視牆。之後廚房就全包，再做 L 型櫥櫃加吊櫃。C 字櫃係進門右手邊，雪櫃擺廁所門口，做櫃包住佢。最後廁所全包重做加一組智能鏡櫃。單位設計全屋偏乃由原木風格，搭配燈條、造型門板，成個空間溫馨又高級。